几多间大学校园 ATM 互诈骗集团当作是领钱的地点，警方到尾拢总抓到17个人。高雄天高的本土群聚拢总有8例，病毒是甲今年越南的同款，可能是有国外回来的民众感染煞无通报。行政院内阁改组对英台公布 AI 行动内阁2.0，赖清德总统表示，有用真侪少年人也重视专业甲经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8重大新闻，我是麦尚英。昨暗9点11分的时阵，伫宜兰近海发生规模6个地震，这深度有112公里，是属于中残的地震。气象署有指出讲，其实无排除伫3天以来，还阁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国家级别警报一直响，水族箱内面的水又加强要走出来。而即暗9点11分，宜兰县近海发生规模6.0的地震，全台湾拢有感觉。翕宜兰平原的镜头也摇摇晃晃。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是，而且越摇越厉害。现在裁判也把比赛给叫停了。在台北市天母球场的中华职棒比赛拍到一半，也因为地震暂停。根据气象署的资料，这边震央是伫宜兰县政府东北边22.1公里的宜兰县近海，深度112公里，算是中残地震。宜兰县贵人市、台北市、新北市、甲桃园市拢发国家级警报。气象署讲，这边地震是独立事件。它是由2个板块碰撞的雨沫带造成的，因为它这一次比较深，所以呢造成的震度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不过也还是让北部有达到4级的震度。台北捷运东南线也因为地震紧急停车，好佳在巡检过了后，包括台北捷运、台铁甲高铁拢无异常汇报。气象署讲，这边地震离都会区较晚，可能有盲点。一寡所在可能先感受到地震了，才受到警报。宜兰离震央较晚有4级，其他真侪所在上大震都是3级。台北市信义区因为土较松，要到4级，也比台北其他区域要搁较久。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好了，一个比较硬的岩层跟一个在类似果冻上的物体。果冻上摇晃的情况一定会摇得比较久，这样。那我们信义区它当然不是真的用果冻，但我只用比喻，所以它会相对摇晃时间比较长一点。气象署讲，侵占地震的地震尾一般拢无多，不过也无排除伫3天内可能也阁有规模5到5.0的地震尾。因为这边震央加龟山岛正晚，所以大家伫咧担心龟山岛火山。但是火山活动一般拢是较浅层，也就是10到20外公里深的地震活动较有关系，所以龟山岛未受到这边地震的影响。而且台湾2个大活火山，包括龟山岛加大屯火山，拢有严密的监测，这摆状况拢正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囡仔的安全，这是坊间的一间幼儿园竟然传出苦毒囡仔的事件，这受害者是有20个。家长指控讲，要求看监视器的时阵，这幼儿园煞甲人威胁要甲退学。4个受害家长今仔日是来点名台北市教育局有严护幼儿园，唔那互因继续来营业，而且呢，这涉案的老师也转去甲补习班。还半夜还会午夜梦回做噩梦，说老师不要打我。妈妈，我们为人父母的心真的非常痛。家长受到家己的囡仔伫幼稚园发生伤害，哭甲真大声，对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囡仔叫老师扇嘴皮。发生代志的是台北市万华的一间幼稚园。今年3月初，有家长发现囡仔的身躯有侪位的乌青，囡仔投讲老师会甲伊拍。3月中，家长要求老师提供监视器的画面，结果煞互学校威胁，若是要看监视器画面，就要互退学。我们把这件事跟教育局说，教育局说无法可管，只能让我们寻求消保官的方式去走消费争议的这一块。代志发生了后，今年4月，阁有家长发现，一个苦毒囡仔的老师离开幼稚园了后，阁去因幼稚园楼顶开安亲班做老师，落尾台北市教育局介入调查，受到苦毒的囡仔有20几位。不过教育局干来看2天的监视器画面，老师停止甲幼稚园发钱，代志就准拄煞。家长质疑讲教育局是咧暗砍幼稚园，教育部回应讲，过来会请台北市进一步处理。有关于台北市这个案件的部分，我们会先请了解台北市
是到底哪个部分是还没有做一个调查处理的，包括刚才的监视画面的一个部分，那哪些东西是还没有做裁处的？那另外就是对于已经被予消极管制的人员，为何还进到幼儿园来做一个从事教保服务的工作？这件事情也必须要请台北市做一个处理。教育部表示，未来会继续调查，也要求台北市政府积极去保障儿童的安全，莫让囡仔在无安全的环境大汉。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即卖大学因为会当校园自主，所以颠倒呢变做是诈骗集团犯罪的所在。伫屏东有几啊间大学的校园 ATM， 互因当作是这领钱的地点。警方今年4月开始呢，参学校来合作，落尾是拢总抓到17个集团的车手甲成员。第3可以请求调查对你有利的证据，了解哦。出动抓人，几来诈骗集团徛伫车边，警方接到学校通报，哪像有诈骗车手伫校园内底 ATM 领钱，不过学校与警方合作，抄到汽车、电脑和手机这的犯案工具，各有51万的现金，逮捕诈骗车手。我们了解车手的转移啊，他有时候会用境外的学生来当一个车手的一个工具。所以，当我们发现说有热点在群聚在校园内的 ATM 的时候，我们就启动了我们这个打击的一个专案。警方发现这几年啊，诈骗集团为着闪避查缉，把取款地点转去大学校园内。诈骗集团车手集中伫美和科大、屏东大学等6间大学内提款机领钱。1月到7月就有552笔的记录，前后掠到17名嫌犯。鸭舌帽，然后戴口罩，就是在提款机前面掩饰面容者，就疑似可能是车手，那我们就会去关心。学校教案中心的值班教官就会接到通报，就会前往去关心。强化校园与警方间的及时合作通报的机制，全力遏止，还有保护我们的学生不要被诈骗集团利用，而且吸收成为诈骗集团的提领车手。美和科大校长讲，校园有3台 ATM，4、5月校园人员就发现有身份不明的人士大量领钱，就随通报警方。学校嘛烦恼学生互诈骗集团吸收，会持续甲警方合作。警方嘛鼓励民众检举，协助警方成功抓到有1万块的奖金，呼吁全民做伙打击诈骗。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这云林的警方呢，是接到检举，讲有一个42岁马来西亚的查甫人，伫咧云林的高铁站去摕真侪张车票，要来换现金，恐惊是有洗钱的嫌疑。目前这个人呢，是互法院甲声押，也若高铁也拍算要来修改退钱的机制。查甫人来高铁云林站的柜台，手摕10个人的车票，要办理退票。全部退吗？也是隔壁全部退，好，一样也是退24,800元哦。警方嘛锁定这查甫人，甲伊押解逮捕，随查扣现金这证物。云林警方伫今年6月底接到检举，有一个马来西亚籍的查甫人伫云林高铁站大量退票换现金，顺线追查出有诈骗集团先用4名被害者的个资，以中奖必须缴纳手续费的理由骗其他被害人，尾啊，佮以4名被害人的名义购买10张南港到左营商务舱的票券，再佮用退票的方式诈欺甲洗钱，并以台湾 Pay 的方式进行付款，而此付款方式会产生 QR code 2维条码，这些被害人再扫描 QR code 进行付款。警方依照组织犯罪条例、刑法的强权诈欺加处财洗钱防治法，加查某人羁押核准。高铁嘛已声明表示，随检讨并修正相关退票的付款机制，6月27取消台湾 Pay 付款的选项，嘛修改票务退款机制。记者采访报道。这风台单月天气还阁真烧热，伫咧高雄高山的这天高咧本土病例群组的感染咧，到今已经有8例啊。卫生局是表示讲，经过比对呢，这病毒是甲今年这越南所流行的是同款的，所以推测这波疫情呢，有可能就是国外转来民众去感染着，毋过煞无通报才会造成。即马市政府已经开超过50场的罚单。民众一个一个来到抽血站接受抽血采检，看卖是毋是有为着天高节。高雄高山2号出现头一个本土病例了后，各单拢总有8例。除了头一个是主动就医发现的，后续7个拢是靠代采检验出来的。因为个案社区的4号连长查到423个积水器具，其中123个拢已经生水期。现在卫生局也将警戒范围扩大到高岩周边，拢总9个里。抽血已经是昨做日。就伫里长遐就有做啊，阮遮是无啦，有严重的迄个区域啊吼，
有叫人去调回啊。每天的蚊子，那个蚊子都好多啊，都会啊，会惊啊，袂惊啊，所以你讲话我拢那雨拍啦、喷药，我马上时常家庭都有在用。卫生局表示，经过基因比对，这摆病毒甲今年越南流行的同款，研判可能是有民众伫国外为着唔知，转来台湾就安尼传出去。卫生局强调，头一礼拜是防治的重点期，当地网通生团点真正侪个严重，器具阳性率将近3成，已经开出超过50张的罚单。除了加强环境整理稽查以外，也来增加社区的采检站。根据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咱会布置这个喷药以及扩大采血，就是疫情调查佮扩大采血这个工作，嘛拜托在地乡亲会当多多配合。卫生局表示，因为这摆验出来7个拢无明显的镜头，加设抽血站嘛是为着会当伫第一时间来阻断疫情传出去，希望民众会当配合接受抽检。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另外来看，这台南的中西区的莱雅大楼呢，今年初是因为地动变做是危楼，也毋过最近呢，佮因为这风台风破入去，所以厝边呢烦恼讲，毋若有这建筑安全的问题，嘛有可能会来生绑虫。另外，9月初1就是要开学啊，即马台南市学校呢已经全力来摒扫，避免出现天高热的疫情。台南中西区这栋莱雅大楼，规栋已经用网仔围起来，佮搭硬架。主要今年年初地动，有寡石角对地面落落来，后来互人判定是危险建筑物。但已经过半冬，拢也袂拆。历经风台大雨破入去，附近民众心惊惊，那烦恼会产生病虫害，嘛惊发生意外。任何自己安全为第一啊！不然因为最近地震很频繁呢。很恐怖哎！这栋大楼已经40档，经主委出面讲，9楼到11楼早就出现结构损害，2年前就已经向市府申请拆除，不过因为产权问题，市府无处理。工务局回应7月有启动拆除作业刷流标，这阵当咧发包，估算拆除费就要4000万，市府后续会去甲所有权认可。对此，经主委认为市府处理过程拢无参详，因诉求会当拆结构安全严重的楼层，其他通保留。足不合的对啦。因为我厝互你拆到我甲伊纳钱，世间到这比共产党国较无道理啦。哦，民主国家敢会使安尼做咧？因为你83号你前要拆这栋大楼，你唔捌83号叫去开会一届。拆除作业目前公务局正办理发包中，期望尽速完成拆除。另外，9月初1，国中小连日要开学，天9月开始咧滚假。对此，台南国校园摒细甲风灾过后，积水容器清清拼拼咧，嘛伫水沟内做防治导药，教室内桌啊椅啊嘛拢拖出来洗，就希望降低产生炭病房的风险。已经进行了2次全校的总整理，下礼拜开学之后呢，除了要再一次不厌其烦的在跟小朋友宣导之外呢。我们每个周五的下午，小朋友都放学之后呢，我们会在自己再整理、再清洁一遍。风灾后，学校面临环境修复的挑战。高雄这阵传出8个本土天狗的病例，伫边的台南市嘛唔敢放外花，就惊教室摊开，无都收煞。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宜兰国道5号的平原段呢有铁片落落去牵着车辆，而且呢受害的车辆是唔那一台。这车主讲目前已经损失35万啊，到当想到也是心惊惊。那警方呢已经来调监视器追查铁片的来源，也会照这道交条例来解开发。车驶在国道向向听到砰一声，原来是弄到落伫路边的铁片。宜兰国道5号就巴平原段，真正发生铁片落伫路边，影响车通行的案件，受害车唔那一台。没办法闪，因为其实跟前面的车距虽然有，但是因为车速在高速公路上面其实大概都在90左右。我自己评估，如果我急踩刹车或要闪，其实都更危险。高小这车四个拢互铁片挂上的分者，部分的钣金也变形，错过车损35万。伊家即马也是心惊惊，好佳在无人员伤亡。因为线线磅空无开放大货车通过，国道5号发生物件落落去案件，无定定看到。警方指出，每年敢若3到4件，目前这个案件敢若一个受害车主报案，已经调监视器要找出落铁片的车，后续会照道交条例罚3000以上18000块以下。本案依 A3事故相关规定受理，当日即送出 CCTV 及影像 ETC 通行资料调阅申请表，
后续尚需时间核对及追查掉落物品的车辆。警方呼吁用路人在汇报爱确实照相关的规定，看护办白护案，防止落落去安若无致人死伤，会吊销或者是吊扣驾驶执照。警方也继续加强巡逻，针对汇报无稳固的车来开单。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有查到一个犯罪集团的主嫌呢是设足侪假的赖的小号去卖予境外的诈骗机房，而且嘛来锁定咱国内的民众来做投资的诈骗。被害者即马财损已经超过1亿7千万。警方掠到姓地主嫌，马上去伊伫新北的徛家所在，查到大批证物。我们会执行搜索。警方调查姓地主嫌为去年初开始，我来借口设公司做掩护，实际上是请员工用人头门户大量建立赖销户，搁未互境外诈骗机房。另外一方面，也甲境外诈团合作，建立投资群组，吸引被害者加入，搁用投资黄金虚拟败者为术，营造短期获利假象。假投资群组后，以投资黄金短期高额获利等话术，诱使被害人登录假投资网站，前期营造获利假象及实际出金，取得被害人信任，投入更多资金，并透过车手佯装币商与被害人面交。警方指出，目前清查被害者内底大部分是女性，其中包含小资族以外，有3个是财力真高的高资产族群。为促进对方除了继续关心以外，也可会送高级介绍真悬的精品，来吸引被害者投资更加侪资金。不是一次就投入大笔资金，它是慢慢的一次一次的投入，这过程会比其他小资主还来得长，所以它是算针对高资产的民众。有刻意的长期经营。警方今年初开始启动3摆查缉，查到犯嫌总共16人构陷，高说服被害者报案，阻止财损扩大。目前已经查到23个被害者，财损金额超过1亿7千多万。专案依照早期犯罪防治条例甲洗钱防治法者的罪嫌，移送台中检方侦办，包含姓地主嫌甲2个水房干部已经被法院羁押。记者综合报道。用一寡这3C 的软体，就爱细腻啊来看。有民众呢是看到一种 AI 的音乐软体，会当限时免费来使用。结果下载了后，所互人家扣6990块。消保官是表示讲，这业者呢并无明确来提供资讯，这有可能违反着消保法。手机啊，小点者真轻松，就会当下载 App。不过，这阵啊网络发生灾情，有消费者看到优惠的消息，一款本来爱万外的 AI 音乐软体，限时特价免费，一步一步下载了后，选 App 内底免钱的选项，无想到跳出路卡通知，才互人发现路6990块。因为以前都一路这样操作都不会有问题，然后我就按2下付款了，然后就中招了。中招之后。就开启我一路的这个申诉啊追讨，这个很明确的就是诱骗。点开软体评论页，未少消费者有拄到类似的状况。原来准讲消费者选免费的选项，跳出来的付钱通知也是会显示一届收6000外。消费者若是无注意，就完成入卡。不过消保官嘛警告，可能已经违反消保法。一刚开始以为是0元，那扣款的时候也以为是0元，就没有特别注意到扣款是6990，于是就按了订阅。然后就产生了扣款，这样子当然是违反那个没有清楚明确告知那个消费资讯的这一点。根据台北市消保处统计，今年1月至8月，类似的手机App 付款争议都有10件以上，不少人拄到开始是免费试用的 App， 向开始扣钱。之前就是有用过记账软体，然后到后面就开始要收钱，但就已经被扣了，就算了。大部分是那种辅助程式会直接删掉，因为觉得说你骗了我啊。一开始是免费的，怎么突然变要钱的？消保官嘛提醒，不少停息的开发商拢伫境外，扣钱了后，要搁讨倒转来机会少。各位停息进前，一定爱甲相关的条款但书拢看清楚，防止赔了钱。记者采访报道。南投有贼仔咧偷剪电缆线，对今年5月到今呢，已经偷剪1000公尺去啊，已经影响到这农业用电。那警方呢，最近是甲这个贼仔移送法办，台电嘛要甲伊讨赔偿。另外，伫个高雄基地呢，是因为昨日的这落雷公雨，造船厂应该放落去缀着代替的线路，但还阁剩造船厂无电通用。
姓郑查甫人报名技术难检，骑车一直走，警员一路追捕，最后伫南投草屯的平林桥后，优势警察查落来，车顶当场发现一捆210公尺长的电缆线，甲一支作案的工具。来，这支车你抓你起来嘛？你开的，你开的，你开的。东西从哪里来？捡的。姓郑查甫人为5月以来，陆续伫南投埔里、国城、草屯等乡镇，专经偏僻山区偷架台电电缆，影响农业用电，先后5摆犯案，偷超过1000公尺的电缆，总重270公斤，以每公斤220块卖出去趁钱。专案小组调查证据，最后伫8月中将伊逮捕。台电公司表示，后续会追偿电缆材料加时间费用。埔里分局以刑法窃盗罪嫌将伊移送法办。今年5月以来，该嫌疑人在本本里辖区内多次窃取台电电缆线，那累计窃得的电缆线长达1000余公尺，那重约270公斤。那将持续追查是否尚有共犯参与及赃物的流向。电火条啊，长期倒去，在现场如苍苍。高雄市基丁区里来下到5点外，一场突然来的大雷雨造成一个造船厂的应急倒去，公海边啊住户的二支卡，搁较造成台电输电线路受损，总计3227户停电。迄风来哦，这应给规个拢个绑落，啊倒塌下来就这个电线杆就起火了，爆炸了，就停电了。台电人员经过规暝抢修，目前只存造船厂1户停电。2早起，有员想要突破现场，路下的状况，中心九线架设有个员工复电，有员爱一段时间。劳检处已派员前往检查，如查有相关违法情事，将依治安法裁处。高雄市劳工局表示，会派员检查工地，敢是有违法的代志。台电公司讲，灾害是大雷雨造成，未对业者讨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的，就是这南韩呢通过一项禁令，规定学生呢伫上课的时阵是袂当用手机啊，也是这智慧型的装置。预计明年3月就会开始来实施。即马家长甲囡仔呢，这立场是无啥共款。有学生是质疑讲，这条禁令恐惊无一定会当真正来解决健身手机的问题。伫要开学啊，学生囡仔伫课堂，大家手机啊一直耍的经常，为明年3月开始就会禁止。 반대 31인, 기권 17인으로서 초중등교육법 일부 개정 법률안 대안은 가결되었음을 선포합니다. 根据这个法，学生上课期间一律禁止使用智慧型手机啊、智慧手表啊、平板电脑，也甲笔记型电脑，这有通讯功能的智慧型装置。手机禁令是惊爱算甲会严，有愈来愈侪研究指出，手机啊算掉的，这学生囡仔大脑发育甲情绪成长歹处真济。毋过法案嘛有设置的例外情形，若是学生囡仔因为身心障碍，也是特殊教育需求，也是因为教育的目的紧急状况，经过校长甲教师同意，会当伫课堂内使用相关设备。南韩人口5100万，政府调查发现，2024年有1/4对手机啊先过头使用，10岁至19岁青少年比例加一倍，差不多43%，而且也持续伫增加。南韩毋是头一个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手机啊管制的国家，芬兰甲法国已经有针对小学也是特定年级实施类似的措施。意大利、荷兰甲中国是将禁令扩大到各级学校。 上早实施青少年社群媒体限制的澳洲，这阵嘛进一步扩大相关的范围。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一间天主教学校呢是发生枪击案，包括这开枪的人在来是拢总有3个人死亡，17个人受伤。今麦总统 Trump 是下令全国这国旗擂一半，联邦调查局嘛已经展开调查。I thought it was just something, then when I heard it again, I just ran under the pew, and then I covered my head. My friend Victor saved me though, because he laid on top of me, but he got hit. I was 2 seats away from the stained glass windows. I think I got gunpowder on my neck. 这个读圣母领报天主教学校小学5年加10岁囡仔，无久进前拄到政治飞过头壳顶，伊刚边听到枪声经验。Shooting through the windows, he struck children and worshippers that were inside the building. The shooter was armed with a rifle, a shotgun, and a pistol. The sheer cruelty and cowardice is absolutely incomprehensible. The coward that shot these victims took his own life in the rear of the church. A manifesto that the shooter had timed to be released on YouTube. This manifesto appeared to show him
at the scene and included some disturbing writings. That content has since been taken dow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FBI. 联邦调查局已经就国内恐怖主义，也有针对天主教徒的受婚犯罪立案调查。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所有的政府大楼降半旗，一直到礼拜。8月27日，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斯市南边一间天主教学校，在开学季的第一礼拜就发生枪击案，造成重大死伤。凶手也是死者之一。警方讲，拯救23岁查甫人魏斯特曼是一个人作案，之前无犯罪资料。当局讲，所有受伤的囡仔应该拢无性命危险。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辉达晶片公司呢公布上新的财报甲预测结果，拢比市场所暗算的要搁较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是表示讲，这政府呢无考虑来做辉达的股东，因为辉达即马并无需要财政的支持。伊嘛讲到这台积电，讲台湾甲台积电伫个高阶晶片的地位，即马已经正做是新型的安全风险。在科技股带头大起，甲投资人对辉达财报信心的带动之下，美国标普500指数27收盘再创新高。不过盘后辉达公布财报，第二季财报甲第三季财报拢比市场预期较好。颠倒是辉达的成长引领资料中心收入连续2季比市场预估较低。第四盘后价有一是跌大落5个百分点。NVIDIA has been coming to China for 30 years. As you know,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technology market in the world. 由于辉达成长变慢，和 H200晶片在中国的出货量，拢是这个 AI 大厂爱面对的无确定性。尤其《金融时报》27报道，中国为要降低对辉达晶片的依赖，准备混大 AI 处理器的生产线，未来要甲产能提升3倍。另外，收买英特尔10%股份，川普政府敢会入股辉达？美国财长贝辛德拜三伫个福斯专访明确讲，无这种考虑。颠倒是贝辛德再次讲到台积电，伊讲晶片是美国的战略必需品。不过世界99%的先进制定晶片拢伫台湾制造，这是自从阿拉伯石油禁运以来，毋捌拄过安全风险。美国政府对科技战略高度关心。路透社报道，第27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讲，外国大陆伫知影 Microsoft 使用中国这个外包员工来维护国防部的混乱环境了后，已经向 Microsoft 发出正式的要义批。For nearly a decade, Microsoft has used Chinese coders, remotely supervised by U.S. contractors, to support sensitive DoD cloud systems. The program was designed to comply with contracting rules, but it exposed the department to unacceptable risk. I mean, if you're thinking America first and common sense, this doesn't pass either of those tests. 话讲了真重，赫克塞斯讲这是信任崩败。伊阁讲，国防部已经找第三方来审查停息买甲中国籍员工所提交的内容。虽然 Microsoft 按7月开始已经全面停止使用中国籍的外包工程师来为美国军方提供技术支援。不过，长期的治安要义已经予美国政府提高警觉。公视新闻王路梅编译。即马这台湾全国大罢免已经结束，行政院内阁嘛来改组。这议长对英台公布 AI 行动内阁2.0。总统赖清德是表示讲，即届内阁的改组呢，有用真侪少年人嘛来重视专业甲经验。即马经济、民生及青年弱势族群，就是新内阁的4大目标。内阁改组新队形正式公开，由行政院长杜英台带行政阁员隆重出来。我会要求未来所有的内阁团队要加速行动，积极认识，要有感施政，而且要我本身做起。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回应给国人，在这段时间对整个执政团队所有的指教。包含行政院国发会、经济部、卫福部、数位部等16回阁员调整，各宣布运动部会伫9月7日成立。第一任部长由2届奥运羽球男双金牌李雄接任，不过伊人无伫国内无来参加。整个执政团队 all in， 上下一心，让台湾稳健前行，这就是我们身上无可回避的责任。现在的部长有什么出不来吗？例如他一切顺利，部长会感到委屈吗？我们每一天每一个角色都可以做好照顾人民的工作。
确诊多台县政会副部长柯泰源由健保署长赵东良承认，两人早起到庭参加立法院联席会议无伤过这活动，在野党批评内阁改组无亮点，可能是伫小小内部大风吹。这一次所谓的内阁改组，把它称之为改组啊，根本是一场大笑话，充分的显现出来，从赖清德到卓荣泰，目前摆出来的就是斗争内阁。要继续斗下去。总统罗清照则表示，这摆改组有动向少年人重视专业甲重视经验三特色，要四大目标。我们希望整个内阁重新调整之后，能够以4个优先来作为目标。第一个就是经济发展优先，第二个是民生优先，第3个是青年优先，第4个是弱势优先。罗总统希望未来内阁施政更加接近民意，同时这次国会也引入新人。另外，民进党团一直有检讨的声音，佮传出已经发起提早改选总调电视司，减至现今总调挂建民。罗总统是表示，因应当前的局势，党团也应改选，相信会更加符合社会期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政府打算要来引入这只智能的机器狗，也毋过呢，有机关是表示讲，这个机器狗是中国制，有可能会甲资料传转去中国。使用机器狗呢，嘛可能违反着资通安全法。即马台北市政府是回应讲，这只机器狗呢，伊的资讯安全是有经过检验，嘛无连着网络。未来会请第三方来检验，确定无问题，才会来施行。台北市政府引进智能机器狗，希望用伫人行道做未来道路维护的参考。这个代志嘛引起讨论。有机关指出，这个机器狗毋但是中国杭州宇宙科技公司制作的，而且5月这间公司都互美国质疑，可能会甲资料传给予中国。有机关就指出，使用机器狗已经违反资通安全法，必须要经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所说的这个大陆厂商要核定之后，才能够去采购。那如果没有它如果是这个经过经济部、投审部认为它是具敏感性或国安含资安疑虑的范畴，就不得采购。机关嘛批评，这只机器狗要参与中国的军演，但是未来真正用伫台北市，甲街仔路的资料回传，可能会有国家安全的疑虑。台北市府回应，这只机器狗的资讯安全有经过厂商的检验，无连接网络的功能，未来会请第三方的机构来检验。环境资讯的收集部分，我们也不经由它，是由我们背负的台湾自行开发运用的环境照相机来做取得。所以说，并不会有数据传输的问题啊。那有关治安的这一块，我们会再做审酌。针对市府即前宣布，会伫9月互机器狗伫中山区试验，市府表示，目前还未通过核准的程序，会针对大家提出来的疑虑，搁再讨论，确定无问题了后，才有可能上路。记者桂宗林、郑俊佑台北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今麦是来质疑讲，一般性的补助款呢是较看重绿色执政的城市。国民党团批评讲，这一般性补助款改做是申请制，等于讲以后这地方政府呢拢爱看人面色啊。也那主计总处呢，伊是讲，只是这新版的财委法，就是要求这一般性补助款的总额袂当比进前要求较少，并无针对个别的县市。这是台北市扩大改拓。一般性补助款一直咧争议，台北市府质疑行政院主计总处扩大解说一般性补助款总额无变，就错看个别政府一般性补助。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身参加行政议会，佮批评一般补助款甲精针计划特别预算同款，当日轻拿无法度接受。我不能接受行政院这种透过扩张解释，很可能不公平分配的做法。行政院把一般性补助款变成地方政府不确定的收入，这将出现许多无预期的受害者。主计总处表示，新版财委法规范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般性补助总额，明比受发进前较少，毋是指个别县市政府总额，是台北市府扩大解说。国民党团是开记者会质疑，行政将一般性补助款改做申请制，了后地方政府拢爱靠别人，要提法案来反制提关补助办法的法律残疾。各县市的地方补助款都不得少于去年，这是我们的主要诉求。我们要修一个法，现在是行政命令，我们要变成一个法律案，这个已经付委了
只是还没有排审。中央在明年已经多给台北市440亿，来到史上新高。中央给予台北市的财政挹注，在明年度成长64%。在规划修正大幅增加直辖市甲全国各县市自有财源，不过干那连公权无增加反倒大减少，115年统筹分配款可能干那剩7.13亿，比受发进前7.23亿较少。官府也表达不满，强调恐惊无较侪经费推动环境，爱压制引进各项建设支出，已经透过议会单率性安排甲国科署9月初至开会，会邀请连公关议会斗阵，希望讲清楚个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这财委法修法了后呢，是来改变超过800亿的教育经费的来源。教团是来指出讲，这地方的经费看起来是有增加，也毋过呢无配套的措施，颠倒是一寡这教育补助呢，甲政策恐惊是会受到严重的冲击。所以因是来提出修改经费编列，也有管理法等等的5大诉求。学校午餐的管理规范欠缺全台同款的做法，行政院颁布的午餐专法草案，本来伫去年底要提出，受财委法修正影响补助甲授权一直无进展。教团讲，真侪中央支援的政策甲补助，到即马中央也无法度互地方回答，倒一寡经费爱安怎分配，烦恼到地方计划受影响还是暂停。当教育经费变得不再稳定的时候，最先冲击和影响到的正是乡村地区的孩子，以及社经条件不利的学生。教育在公共化人民调集员谢国清指出，财委法修法了后，中央会伫2026年释出3000多亿予地方政府，差不多有800亿教育经费为中央转到地方。按过地方的教育经费，无可能真正增加800亿，而且地方无相对应的能力甲人力。教育部其实有一笔很大的经费，每一年到地方去叫做教育精进计划。精进计划包含校长研习、家长研习跟教师研习。如果这边有一大部分资源到地方，那谁来执行？顺地台湾福利子孙专案执行秘书丁志仁质疑主计总处的算法错误，超删教育预算345亿，呼吁拿力休兵，联署倡议爱赶紧修改教育经费编列管理法。如果修改就是什么？就是要把中央应该出多少，以2025年的水准，把它约定下来。那这样子的话，对不对？就是什么？就是蓝绿休兵。我们以2025年为基础，重新恢复教育经费保障。因为教育经费规个造成，真道学会等教团发起修复教育经费保障联署，已经有30个教团加300多人参与联署，因呼吁予人超删的300多亿教育经费应该办理追加预算，并以今年为准，规范中央甲地方未来应该负担的教育预算。记者采访报道。9月初伊就要开学啊，也毋过即马呢，花莲县内也阁有10几间国中小是欠这代理也是代课的老师。外界是认为讲，这甲花莲县今年停止教师联合甄试是有关系，也毋过县政府却认为讲，这是大环境的因素。花莲县当年开学前，学校欠代课也是代理老师的情形，因过拢伫南区较平稳的乡镇。今年市区几多间明星国中小学嘛开始代理老师无够。国英数这些科目的老师，事实上在一般普遍而言是比较容易征到老师的啦。因此像如果刚才讲到的自然科的老师啊，或是说那个生活科技资讯的老师，这个部分会是比较难聘到的。根据县政府教育处统计，花莲县今年国中需要183个，国小400个代课老师。目前国中还阁有9个人，国小还阁有15人无请到，整体欠3%至5%。县政府分析原因，认为是即卖的教职环境甲态度无好。最主要就是说，一般民间的待遇跟教师的待遇目前也是拉得比较近，所以说蛮多具有教师证的老师，他们就没有说全部投入到教学的现场。不过，外界感觉花莲县今年欠代理教师主要原因，甲县政府今年停止办理联合教师登记有关。其他县市开教甄缺的员额是人数是多的哈，那所以有很多有经验的代理教师，他都因为其他县市有办理教甄而移动到其他县市。县政府教育处是讲，国校若是开学了后，也无补助代理也是代课老师，会先为现职的老师会减，也是找退休的老师转来学校做代课老师，袂影响学生囡仔权益。若是明年是毋是会阁办联合教师甄试，爱阁评估？记者采访报道。
云林县政府甲11间护理专科学校呢来签培育合作，会予在职的护理人员逐个月3000块的奖励金。另外，读这公费护理系学生呢，逐档会当补助10大班，今年9月会开始实行。护理人员无用顺便房准备药啊，为了改善云林县内护理人力无够的困境，云林县府甲11间护理专科院校签云林县护理人力培育策略联名，提出劳动的奖励、人才培育甲友善工课场3大策略，希望吸引更较侪护理的人力来云林食头路。那当然呢，我们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结合中南部所有的护理的大专院校大家共同来培育人才。所以呢，不只是你现在要毕业的领到这个证照以后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就开始333的计划。云林县府表示，劳任的奖励每个月补助及当奖甲病房第一线护理人员3000块。原来人才培育是甲中南部护理的大专院校合作，114学年度规划50名公费的名额，一年一人补助10大班。毕业考护理师证照了后，转去到云林县的病院服务。一个注入我们培育的人才的一个活水。那站在这个护理人员的一个培育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止把护理的专业做好，我们有更多培育优秀的人才能够留宿在云林县。那当然，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医疗院所会透过这3支箭去完成我们这样子的留任计划。云林县卫生局表示，县内大专院校因为无护理的相关科系，加减影响到辖区病院招护理人才。即马除了透过奖励金、学费的补助，也规划医护人员托育中心、日照托老所等等，协助医护人员分担家庭照顾。5望3年护理人力由即马的2600多人增加到3000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文化的消息来关心的是，明仔载就是青牛马生日，在中华鹿港的有文书工作室是提早来举办青牛马的拜拜体验，带民众做糖粿，也来了解这青牛马的由来，希望透过活动会当延续台湾的传统信仰。大人囡仔甲粿菜拿做圆的，用手指头为中央垫一凹，那像是一个碗。相传这是要用内底织女的白菜，嘛是中华鹿港拜青牛马一定爱有的糖粿。鹿港有文书工作者举办青牛马拜拜体验活动，让民众了解在地民俗传统。其实在拜我唔知道是什么意思，可是在这边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么多缘故，然后还有它的意义是在哪里。青牛马是保庇囡仔大汉的生命就带因来体验看卖。旧历7月初7是妇女囡仔的守护神青牛马生的日子，伫鹿港也保留传统的祭拜仪式，下摆家酒油饭，代表生产顺利，保庇囡仔健康大汉。继传婴仔花、床母蚵等等，其中上重要的佫有青牛马蛋。上下底伊有一个那花干的形体啦吼，中辈甲咱所讲的，就是讲那妇女的这子宫。孕育这生命，悬顶这就是青牛马大的所在，上悬顶就是天台。主办单位表示，鹿港人拜青牛马有特别的文化意义，唔但展现爸母疼小囝儿逝世心意，嘛是传承地方的记忆。不过现代生活模式改变，愈来愈少人知影拜青牛马的传统。文书工作者希望透过体验活动，让民俗文化继续传落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这嘉义溪口乡的武顺呢，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啊。这几年来是因为这社会少子化，也有人口老化，所以传统武术煞愈来愈稀微。这溪口国小呢是来成立社团，邀请到在地武馆来教教，希望好这学生囡仔会当练捌这项传统武术。溪口国小的囡仔摕着传统武术的基石来练习，徛伫后壁看的师傅，若是看到唔对的动作，就念伊来示范，互囡仔看。甲因的拳头师讲，即摆囡仔学传统武术的心态，甲因较早无共，爱互伊感觉趣味，才有法度豆豆来推广。尽量互因小朋友甲小朋友，互因去互动。咱若一边甲教，变成讲因会惊咱，咱变成讲就我拢尽量讲互小朋友甲小朋友，互因去互动安尼因才会产生迄个兴趣出来。乡公所伫2021年的时阵，捌去过一出记录在地武馆的纪录片。为着要保存在地武术的文化，乡公所就邀请武馆甲溪口国小来合作，成立武术社团，请向来武馆的拳头师来教囡仔传统武术。咱成立武术社团了后，咱一寡活动，有当时表演，就使请囡仔来参与。
嘛有囡仔会使透过安尼物件来认识咱传统的这个武术的文化。乡公所表示，向来因为少子化甲人口老化的状况，向来武馆拢拄着传承的问题。希望透过学校的资源，能替在地武馆找到发展的机会，嘛有溪口发展130多档的武术历史，会当继续来传承。记者李慧婷家己报道。另外来看，南投是来办一个总铺师的培训课程，55点钟的培训呢是来协助已经摕到杭大猪把布认证的这民众，会当进一步来学习关注民族文化特色的板道料理。学员照老师的指导，把鸡仔切薄薄放伫盘啊，互料理看起来水果好食。南投县政府对5年前开始推动杭大猪标章认证，辅导关注民族餐饮业者摕到认证。不过面对市场需求多元化，进一步办理原住民食食板道总铺师养成班，专业度还有我们的创意料理都有提升，也期许成立烤大猪合作社的部分能够更好。他们有接到的活动，由我们这些有上过课的职人、有认证过的职人来去做处理，对一些消费者的权益也会比较有帮助。官府表示，除了推设杭大猪标章认证，目前嘛已经辅导成立合作社，或者杭大猪师傅有机会接触全国甚至外县市的工课。亲像今年国庆宴会伫南投办，官府就请因去办到，若要检验学员的学习成果，嘛是一个推广的好机会。融合着因的材料做，这较是重点，无因单单定行低尔。我们南投县内的各项大型的活动，我们都先邀请我们认证过或是合作社的一个业者，共去做结合。南投县府讲，未来嘛按算伫南投地区文化园区设立杭猪餐厅，同款由南投县杭大猪合作社来负责，互全国游客拢会当食到有水准的原住民杭大猪料理。记者邢平琪南投报道。这学校食到一礼拜呢，是有一天的学校食菜日，也毋过呢，所有家长来反映讲，这囡仔定定怨讲伤歹食，这饭菜拢会剩真济，所以民间团体甲家长呢是建议教育部爱设计菜色来检讨问题。为着要让学生伫学校加食青菜，教育部要求学校一礼拜爱实行一天的学校食菜日。立法、立法委员、民间团体、家长等等，伫立法院开记者会，有家长反映讲，囡仔定定会怨学校的中昼顿歹食。另外，民团嘛指出，食菜日迄天，学校的饭菜拢会剩真济，厨余量都剩非常多。那学生也都反映很难吃，然后当天大家下午肚子都很饿，去反映说，因为我们是蛋奶会过敏。那我发现我们台湾有很多蔬食的选项，但是我们在学校营养午餐是没有办法选择说我们只想吃全素的。有立法委员要求学校会当增加较侪食物量备，设计符合学生的中昼顿，家己教育课程，让学生知影食菜的重要。民团嘛呼吁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爱检讨饭菜剩伤济的问题，建议家己一寡食物肉调整食谱，嘛会当比加工肉搁较健康。像台中或台南市政府，他们有在把这个周一蔬食餐纳入这个营养午餐自治条例这样子的推广的方式。国际癌症的研究机构其实都已经把这个像火腿、香肠、培根、热狗这一类的动物性加工肉品，其实都已经列为1级致癌物，可是素肉并没有。针对记者会提出的建议甲反应，教育部回应讲，会甲建议早转去和专家学者讨论，推出更较适合囡仔甲学校的中昼顿营养基准。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新竹市图书馆的总馆呢，因为新起工程，所以自2020年3月开始，有25万外本的册是暂时无法度借的，就要等到明年完工了后才会当借来看。最近是互这新建设甲点名，讲安尼做呢是会造成民众无方便，嘛来降低阅读的习惯。以上这些就是我们总图典藏的书籍部分。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现场做整理。来到暂时放册的礼堂，会当看到规个堆甲满满时，数量实在真惊人。工作人员嘛伫咧赶工，甲册做好分类的工课。新竹市图书馆总馆因为当个新起工程，造成我25万本的册无法度互民众借，而且时间一拖就是6天。最近就互新建设提出纠正。
放在这里感觉蛮浪费的，而且还不知道会盖多久。会不方便，但是我们有其他的管道，像是电子书啊，然后其他的分管之类的，就是可以有其他的管道去借阅。文化局回应，其实大部分的册伫总图书馆新起进前，都已经刷到其他分馆提供服务，暂时放伫遮拢是平常时较少人会借的册。另外，这段期间，其他区域的图书馆也增加实体甲电子册，让民众来借册。那封存的书籍呢，多为罕见书，未来也会保存在我们新总图的密集书库。另外，在新总图新建期间，本市各图书分馆也持续添购实体电子书的馆藏，总量已增加约15万1000余册，让民众不受空间、时间限制，可以随时借阅电子书。文化局指出，根据统计，到2024年底为止，新北市所有的图书馆加起来的册有94万800多本，用新北市人口45万7000多人来计算，市民平均有2本以上的册通借。明年总馆完工了，也会继续增加数量，丰富民众阅读的资源。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海顶梨花风电计划1号风场呢，这环境的分析报告今仔日早起伫环境部来审查，也毋过目前呢是规划这电缆线会改对中华丰苑的海墘来上花，这互中华的居民也有环保团体是真不满。落尾这环评专案小组是要求保证才来审议。海顶梨花风电计划伫第2期无得到用量的分配，所以协定风场的范围对95缩小做31.6平方公里。风机上大高一机的装置用量也对12变做20 MW， 减少风机的数量。开发单位表示，会使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其实可以减轻对海域的影响，同时在营运之后呢，对于鸟撞的一个撞击的影响也会有所减轻。为着让病网更较有春秋，开发单位增加中华南平共同廊道，海底电缆会对原地北平改为南平上花。透早来自中华的居民和环保团体来到环境部抗议，批评新地点就是村规丰苑国际级别海平，甲伊破倒。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海岛我们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很肮脏的脏店，也是个雪店哈。居民佮甲当地海水甲土埋滴过来，指出3年前有电缆冲击当地海平，饲蚵仔受到真大影响，3年拢无通讨谈。即马海底电缆又搁要救来遮，渔民真生气，干掉开发单位。现在还要坐在我们科前附近，你真是王八蛋呢！你不能怪他生气。而是因为你们从来没有考量到别人的生计。开发单位针对海平时间影响，地区限铺物质高度增加，因讲会使防止水落去的浮塘甲瀑布，抑制我们这个悬浮固体的扩散。绿电开发搁再引发在地不满，能源署的代表敢若表示，乃当兼顾环境相关的议题，支持离岸发电。不过中华管府是真积极批评开发单位，无爱讲甲电缆救上花对海洋的影响，也这个内容无明确，真歹做实质的审查。认为海底电缆的工程时间应该标示实际路线，来做实质的监督。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下晡晡的天气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30度到36度，中部地区是30度到36度，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2度。那外岛地区29度到34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